画面，这是苏花改专线按算明年新历1月7号对档正式通车。台北到花莲的客运票价嘛已经公开，大台北往回花莲，还有2条客运路线，南港到花莲是台北客运，还有统联客运伫咧走。另外，板桥到花莲是首都客运伫咧走，票价部分会比台铁较俗差不多100块。统联现主是规划专票32，优待票29，还有半票21。营运头1个月拢会拍5折，就算是半票优待。首都客运即卖也未决定，经据了解，可能会规划板桥到花莲专票35，半票26的优待。苏花改拼最后一段路，伫咧明年的正月初就会当来专线通车咯。即马阁有讲开通了后，上俗的干那爱开320块，安尼就会当坐客运对台北直达到花莲。还不错，蛮便宜的。因为路程还蛮长的，那其实这样如果说没有车可以开的话，我觉得搭车其实很方便。民国18年3月2日正式动工的苏花改，分做苏澳到东澳、东澳到和平、河中到大清水这3段，拢总是38公里北。其中苏澳到东澳，伫咧去年的2月初5就通车。也若南澳到和平、河中到大清水这段，估计上紧伫咧明年的正月初5，嘛会对咧通车。若是以即马自强号系列的这个对号车来看，南港到花莲的行车时间差不多是2点钟，全票爱419块。也若未来统联和台北客运虽然讲爱行3点钟半较长的时间，不过票价干那爱320块。也若板桥到花莲代替自强号，伊的行车时间差不多是2点钟至3点钟20分左右，全票是457块。若是客运走苏花改，安尼时间爱4点钟，不过经营的首都客运估计票价会比代替俗100外块。苏花改通车了后，民众阁加较方便。也若这个代替甲客运嘛拢拼咧来抢生意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